歡迎大家又嚟到 Win Win Channel，我係黃啟聰 Manfred。咁啱啱入到 Win Win Shop 見到呢一張嘅 CD 叫做 Sting 3.0 Live。咁點解叫 Sting 3.0 Live 咧？原來咧 Sting 咧喺今年會舉行一個世界巡迴演唱，就喺今年嘅9月咧，佢將會去台灣演出嘅。咁所以咧未唱之前就先推出一個現場唱片。點解會有呢張現場唱片啊？就係原來 Sting 將佢唔同時期嘅現場嘅表演，將一啲經典嘅歌曲代表作品就輯錄成呢一張嘅唱片，裏邊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首歌曲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係9首歌曲，每一首都好有代表性。其實咧，我睇 Sting 係早於1980年，當時佢嚟到香港喺 Tomorrowland Disco 裏邊表演嘅。咁成隊 Police 嘅人咧就圍咗一個好細嘅環境裏邊咧就去演出。咁當時我咧就逼到好前，就可以好親身咁樣感受到佢哋唱 Message in a Bottle 啊，或者其他嘅經典作品。當時未有 Every Breath You Take 嘅，但係演唱會之後咧，全場爆滿，啲人開始走啦。咁我咧亦都唔捨得走喎，喺度等睇下有冇機會見到佢啦。咁其實嗰陣時咧，最後離開台嘅咧就係佢哋嘅鼓手叫 Stewart Copeland。咁佢將一支鼓棍咧就掟咗落個台。咁我咧好彩攞支鼓棍，諗住得啦，呢次我可以攞咗一支鼓棍。點知跟住有個鬼仔埋嚟推開我，搶咗我支鼓棍。所以嗰件事我好難忘，亦都講明咗咧，真係有啲大蝦細嘅感覺。因為嗰時我好瘦嘅，所以但係唔緊要。嗰個演唱會之後第2日，我竟然有機會訪問晒3位 Police 嘅成員，而且大家都一齊合照簽名，所以有得亦都有失，所以咧有失亦都要有得喎。所以第2日我好開心可以滿足咗第一次幫 Police 做訪問，亦都我好喜歡嘅裏邊嘅3位成員都一齊同我見面，一齊合照，亦都簽名。咁所以講到呢張唱片咧，亦都令我懷念咗好多啦。因為第一首 Message in a Bottle 就喺香港嘅演唱會唱咗啦，少少有啲 reggae 嘅白人 reggae 感覺，帶咗成首歌 Sting 寫得非常之好。呢個係一個佢真係可以講係一位好出色嘅作曲人嚟㗎。而另外咧，亦都有其他嘅歌曲收錄喺唱片，就有佢包括走得比較有啲成熟 contemporary 路線嘅 Englishman in New York， 亦都係首好經典嘅作品 Fields of Gold。呢首 Fields of Gold 咧，雖然佢自己未算話唱得大紅大紫，但係其他人翻唱咧都令到嗰位歌手咧好受人注意。其中一位咧大家都認識嘅就係 Eva Cassidy， 佢唱呢首歌之後咧，亦都去令到大家人知道佢唱歌嗰種嘅味道，而呢首歌亦都帶出咗 Eva Cassidy 唱歌嗰種嘅女性感覺。所以咧，一首好嘅歌能夠俾唔同人去唱咧，就代表咗嗰首歌好精彩，寫得好有嗰個寬度、嗰個寬闊感覺咧，令到好多人都可以入到裏邊感受到原曲嗰種嘅氣氛嘅。而另外其餘作品咧，亦都有一首 Synchronicity Second， 呢首歌咧就喺 Synchronicity 嘅大碟裏邊嘅，亦都好多人唔係話太過留意，但係值得一聽。而當然咧就有 Every Breath You Take 啦，咁現場版本亦都重溫翻嗰種嘅流行曲嘅感覺。當時首歌可以講係熱到周圍都可以大賣大爆，香港亦都係非常之流行。最後一首咧就係將 Roxanne 加埋一首歌叫 Be Still My Beating Heart 一齊嘅。Roxanne 呢首歌亦都喺早期嘅 Message in a Bottle 時代嘅唱片裏邊嘅，所以一頭一尾將佢第一、第2張唱片結合咗，另外再加翻中間嘅歌曲，將整個現場嘅感覺帶咗出嚟。呢一個嘅 Sting 3.0，亦都代表咗今次佢嘅演唱會將會重溫好多經典作品。如果有機會去到邊個地方睇都好，我相信 Sting 都唔會嚟香港啦，所以大家唔好錯過呢個機會。